随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8页。解说甲正文第58页，上解头一段，就是解说甲得伊曲对，失伊虚对。即嘛就是要来说的解说下面。这边就是险与平对，烦恼与菩提对，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对，喜与真对，舍与见对。这咱都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险与平对，这个险甲平呢，伫遮应该就是伫个指迄个危险。以及甲平安，但这个危险甲平安这是约一项代志所讲。因为是讲约一项物件，大概讲这个险，或者是讲平，那就是讲这个道路呢歹行，或者险路；这个道路好行，或者平坦的路。比如讲，咱现就是在都市中，迄个道路呢，拢安尼做甲真平啦。安尼即个路真平呢，行路你绝对袂去跋倒去。安尼就是伫遮所讲的即个平坦的路呢，也互你行落真正平安。那去到山顶迄个所在，路坎坎坷坷，尤其是迄个路呢真矮，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坑坎。毋拄好呢，去会溜落啦，都摔死了。那即款的路呢，叫做危险的道路。是讲迄个路非常的陡，爬真悬，路架真悬，爬架真悬，那即个路拢真危险啦。这呢，就是险与平对路，或者是讲对所有厝啦种种的迄个施设设备来去甲伊分分这个险与平。因为讲约一项代志的险，或者是平来说明。比如讲车伫咧行，一台车呢真正无遵守交通规则，伊安尼对面甲伊争来啦，另外一台车险就去争着了，哇，非常的危险。那这就是险。或者是走在这个高速路的所在。头前呢，人发生车祸，哇！好哩佳在，咱车是驶较慢的，那驶较紧的，就甲伊争做伙，哇！这嘛是叫做险，这就是一项代志的险。那这个平呢，就是讲大家呢，拢真正有规矩，真正有遵守迄个行路的规矩啦，驶车的规矩啦，大家当好真正平平安安，会当好来安全无事，那么这就是叫做讲平。所以，若是有危险呢，就是无平安；有平安呢，就是无危险。所以，危险甲平安呢，就是对的相反。名叫做讲做险与平对。下面烦恼与菩提对。这个烦恼与菩提对就是讲这个烦恼甲菩提这两个呢，就是属于对立的物件。菩提名叫做讲觉，名叫做讲做智。咱若是讲内心有生起烦恼的作用，当然呢就是失去了迄个菩提的功用啦。假如讲咱内心有迄个菩提的妙用，当然啦，就是无这个烦恼的作用，伫咧甲咱扰乱。咱即马过来讲一个较具体的，譬如讲咱在咱的家庭内底。有真正济代志，杂事五事，人甲人的关系啦，人甲事业的关系啦，做了拢袂好势，内心实是非常的烦恼。那咱内心真正烦恼迄个时阵你要拜佛也无心，要念佛也无心，要看经也无心，无法度好互你发起菩提心来。那假如讲你有迄款的本事。世间的这杂事五事无爱插的内底，比如讲，新妇甲囝伫咧冤家，我也莫插的。
因兄弟姊妹有啥物代志，我也无爱管的。外面呢，事业、生理安全，拢无爱管的。我甲念佛就是要念佛啦。我时间念佛的时间，甲我要来念佛啦，一切拢甲伊放下。或者是讲，我要拜佛的时间，我要来去拜佛啦，其他莫管你啦。安尼，你就是发一个菩提心来，所有遐人我是非烦恼呢，拢毋知走到倒去啊。所以，这个烦恼甲菩提啊，这是对立的物件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，你若是烦恼心，就失去了菩提性；若是菩提性会当发起的作用呢，这个烦恼心自然就无去。所以，烦恼与菩提就是对。下面相与无相对，相就是永远，相做意思；无相就是袂当永远，不断伫咧演变，那叫做讲做无相。相甲无相啊，这是一种的对立的物件，一种的对态物件。那这个相甲无相，咱平常所讲的这个相或者是无相，拢是将佛性的本体啊，该当作讲，这就是一种的相住不变的本体。将咱现主时的世间的这有情无情、万事万物，该讲这就是一种的无情的世界。要咱人来讲就好，在几十年前无这个人，几十年后咱死去，咱这个人也无去了。咱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呢，这是一个真正短暂的存在，那这就是叫做讲无常咯。但甲这相对的呢，这个真理啊，是过去无死，未来无终，未随着时间的千变啊去演变的物件，那这就是叫做讲常。所以，以这个无常，世间的事物、世间的差别现象，甲迄个真理的相住不变，那这呢是一种的对立相反的物件。就是讲无常的世间呐，绝对毋是不生不灭的真理。不生不灭的真理，绝对咧毋是无常的世间。所以常甲无常啊，这是属于一对。一边讲悲与害对，这个悲就是讲有迄个悲心，或者是讲迄个悲行。悲什么意思？悲就是拔苦。当人伫咧受苦迄个时阵，咱有一个悲心，有一个同情心，讲要如何来解决你的痛苦呢？那这就是做悲咯。这个害毋是，这个害就是讲要甲加害。人本来呢无伫咧受苦，咱要来甲加害，要互伊去受苦，那这就叫做讲害。这个悲甲害啊，咱即马摕一个简单的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咱对某一个人，若是有迄个自闭心嘛，伊呢？伫咧破病咱呢想办法来甲伊带去医生看，或者是甲探听讲倒一个医生较贤，还是讲倒有迄个特别的好的药方啥物这个秘方啦、特效药之类啦，拢尽量赶紧要摕得倒来互伊食，甲伊看好未要将伊的病苦呢来甲伊解决掉，那这就是悲咯。那假如讲若是无迄个悲心呢？有迄个毒害人的心，实在是对方伊都无咧艰苦，但你确实呢，要甲害，用过种种办法来甲害，酒甲灌互济济啦，要毋着在即个食物件呢，无应该食你创回食啦，也无应该攞你甲攞去啦，也属于呢，在即个身心受伤害、受痛苦，那这就是害。所以你一个人若是有悲心的人，绝对袂害人；你若是会害人的人，绝对无悲心。所以这个悲甲害呢，只是属于一对的物件。下面讲喜与真对，这个喜呢，就是讲欢喜啦；真呢，就是属于真慧受气。一个人欢喜，甲一个人真慧，这是对立相反的物件。当咱看到咱介意的物件，咱内心会欢喜；咱看到无介意的物件呢，心肝呢会起受气。尤其是咱人呢，足爱听人甲咱学落一句好话，所以人讲：“哎呀，某人你真牛啊！”哇，咱心肝底欢喜甲要害。
咱甲伊嫌讲啊，某人你实真含慢啦，你代志拢做袂好势，才伫安拄安怎，心肝底就起烦恼。所以即个喜甲真也是一对。哦，你即个人若是有欢喜心，绝对啊都无一个起受气。你即个人若咧起受气咧，绝对是无迄个欢喜心。啊，即个欢喜或者是讲受气，对人对事咧，拢会产生。啊，对人就是讲人甲人的中间。哦，伊的语言、伊的行动，使我呢生起欢喜；或者是讲伊的语言、行动呢，使我受气。也一项代志，哦，这项代志做了有好势，哦，比如讲咱交代咱的部下，哦，或者是讲交代咱的囝、咱的新妇所甲咱做的一项代志，甲咱做了有好势啦，啊，咱真欢喜讲，哎，你看，我娶这个新妇真好哦，我饲这个囝真好哦。我代志交代拢甲做甲好小势，哇！咱心肝底才欢喜甲要害。那你交代的代志呢？交代一项，这项做无好势，迄项做无好势，心肝底起烦恼。我饲甲这个囝是要创啥？啊，交代甲做代志做袂好势，啊，娶甲这新妇是要创啥？啊，做代志甲做袂好势，内心都无欢喜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喜啦，或者是讲真，这也是对得相反的物件。下面写伊坚对，这个写就是讲喜写，这个坚就是讲坚忍啦。这个写甲坚呢，就是咱一个人的心甲一个人的行为。若是有这个写心的人，看到人伫咧困苦，咱落地有钱哦，摕出来啊，再救济你；或者是讲有物件，咱摕来去救济，叫做喜写。要若是一个坚毅的人呢，虽然是讲人伫咧困苦来甲你哀求个啊，某人啊，哦，你甲帮忙一个啦，哦，你甲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啦，你即摆偌济钱帮忙我就好啦。实在是你的落地底呢钱真济，哦，伊是爱你1000块，啊，你地底地几落万块伫咧，啊，这几落万块你抽1000块互伊，事实上对你讲起来这是无啥物款的影响啦。但是你真坚韧啦。毋肯啊！哦，所以啥哩？你爱我1000块，爱我1000块，我1000块互你了，啊，我都减买偌济物件来食，减买偌济物件来用，哇，算袂使，毋肯啦。那这就是叫做讲坚。哦，你即款的行为，即款的心理，你看两边呢，这是对着相反。一个人若是真慷慨人，伊绝对也别坚韧。若是一个坚韧的人，你叫讲慷慨去喜写，那这也是不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写一坚就是对，下面进一退对，进就是向前进步，退就是讲向后面去退。以行路来讲就好，比如讲咱驶车哦向前进去，这个就讲进咯。啊，咱即马驶车呢，你也甲拍倒转来向后面倒退路，这个就讲做退啦。哦，这是约咱一个人的行动所讲。但是这个进甲退啊。毋是讲干了咱一个人的行动尔，哦，咱学去修行人，咱的道心到底是进步啦，或者是退队呢？咱的功夫到底是进步啦，或者是退队啦？哦，这拢有进有退。哦，甲人讲咱的道心，若是愈来愈坚强，哦，咱就是道心的进步。啊，咱即马道心愈来愈无，叫做道心的退队。在念佛的时阵，你今仔日念1000，明仔载念1000句，后日念1000世，变2000，变10000，变2万，安尼功夫啊，直直增加。哦，这就是讲念佛念了有进步。啊，你发一个心，我今仔日念10000分，明仔载剩9000，后日剩8000，哇，到尾说无去啦。这就是功夫的退步。这是要咱学佛修行人所讲。咱一个人的体能嘛是有进有退啊。哦，咱人呢？在青年哦走入去壮年这个时阵，我相信啊，就是咱人的这个体力上好的时阵。不过你到这个壮年过啊，就慢慢退啦，就变老年啦。哦，所以就是讲啊，伊这人的这个体力已经是退，哦，已经是弱啦。还是讲咱一个人在这个运动场的所在，哦，去甲人运动比赛，哇，伊即马无论走啦，无论啥物成绩真好。叫做进步，但系啦，搁再经过无偌久呢，伊即马较无练得话，别项拢使人变成做退步。那学问嘛是共款啦，
你学问认真拍拼，就会进步；你若是无拍拼，就变成退步。不过，这个进甲退中间啦，会使你讲，若是不进就是退。尤其是咱现主是这个时阵，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，参像这个逆流行舟啊，不进则退。逆流行舟就是讲，咱无顺着迄个流水伫咧流迄个水流，咱是呢逆着迄个水伫咧行船。咱若是讲顺着迄个水，水是对北边流对南边，咱往那船啊对北边过对南边来，那就顺水行舟啦。顺水行舟，你无咧甲过来讲，因为水紧咧流，所以共款呢，你后那是向前伫咧进去啦。那即样逆流行舟毋是，水是伫北边流倒来，你即马船啊对南边甲过倒去。当然咧，只要你若是无有进步去啊，变成互迄个水啊，甲你合作塞倒转来变成退啦。所以叫做讲，学佛修行，敢若像逆流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但咱现主是啊，既是讲学佛修行呢，咱世间的事业、世间的学问、世间的一切共款，只要你若是无进步啊，就是退步。也可以讲你无求进步，只有维持现象，安尼就是退步。安尼讲你维持现象就是退步呢，就等于讲咱伫咧行路，行咱停伫遐无行。但是别人有咧行去啊，别人有咧行，你无行，你虽然是无退，但是你甲人比起来，人伫头前，你后壁，你是毋是退步呢？变成是退步。所以在现主是这个时阵，不但是讲咱学佛修行爱求进步，无论是学问品德的修养，或者是讲咱伫社会伫咧做事业的人，咱的功夫。咱的这个技艺等等一切啊，都是拢爱求进步才会使。袂使你讲我安尼已经好啊，停顿在遐。你停顿在遐，别人进步，你就已经退了。所以进甲退，就是属于一对。有进步，当然就无退步；有退步，当然就是无进步。下面生与灭对。这个生就是讲一个物件生出来，灭呢就是讲一个物件消灭。这个生甲灭呢，这是一对的物件。生当然就毋是灭啦，灭呢当然就毋是生啦。这个生甲灭，无论是事，无论是物，在这个物其中，无论是有情，无论是无情，拢有这个生灭的现象。咱即马先用一项事来讲就好，比如讲两个人无代无志啦。起口甲起冤家啦，就是讲因发生冲突。那发生冲突呢，其中有一个人来甲因劝解，因这两个人呢也真听话，无搁再起冲突啦。大家呢和好如初，那就是把这个纷争给灭掉。这就是一项事的生，一项事的灭。但世间无情的物件，比如讲一丛树啊。生出来，这个就讲生咯。一张树啊大长了，就互人家吵去兄火兄掉，无去啦，这个就讲灭啦。是讲咱人呢，囡仔出世个就讲生，那老啦死去个就讲灭。事实上，咱人的死不一定讲是老啦，有当时阵少岁嘛破病嘛会死啊，凡是死就是灭，已经。伊的身躯消灭，将这个世间消灭起来，叫做讲灭。生当然毋是灭，灭毋是生。所以生甲灭呢，这也是属于一对的物件。下面讲法身与色身对，这个法身与色身对，法身则就是以法为身，以真理为身，名叫做讲做法身。色身就是讲这个肉体，色一个身躯，就是讲咱。现就是目睭所看会到这个身躯呢，名叫做讲色身啦。色身这是物质，这是一个肉体；法身呢，这是真理啦。真理呢，这是无形上可看物件，无形上互你看袂到的法身真理，甲有形上互你看会到的色身啦。这两项呢，这是一种的对的相反。
所以呢，这名叫做法身与色身对。这个色身是有生有灭，法身呢只是相诸不灭。所以法身跟色身严然不同。那这个色身呢，是一个有限量的；法身呢，就是广大无边。你看咱人的这个肉体，越悬越大汉，这是一定的啦，只数啊囝尔。这个法身不是啊，法身这个真理呢，是充遍了一切世间，充遍了一切法界。所以这个法身跟色身啊，色身不是法身，法身不是色身，所以法身跟色身就是对的物件。下面化身与报身对，这个化身与报身对，就是讲这个化身跟报身这两项也是相对。化身就是应化身，这个应化身啊，就是佛菩萨，因呢为着要度化众生所变化。这个变化的身躯呢，会当变化真正济。因为佛或者是讲菩萨呢，伊有证到迄个无记化化通。这个无记化化通的意思，就是讲伊迄个神通变化呢，无法度好来用个数字来甲记录。咱过去啊，有咧做迄个孙悟空的电影，三藏出境的电影。那在这个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啦，就是讲，这个孙悟空将伊的门啊，孙悟空是狗嘛，自迄个门呢，甲踹一面起来，即马喙甲分落去，哇！一只狗直走出来，走几落10只几落100只的狗。那这到底是咧讲啥？这毋是敢若伫咧变好看，伫咧变魔术呢？迄就是咧形容这个无记化化通。就是讲佛菩萨呢，伊有迄个力量会当好变化真正侪不同的身份，来去教化不同境界的众生。那这就是化身。这个化身呢，是随着所教化对象而变。这个报身呢，名叫做圆满报身。这个圆满报身的意思，就是讲来修行，经过了无量劫的修行，福德智慧圆满，而且呢，也记住了一切相好。那完全就是讲，由于修行所得到的迄个果报、正果啦，名叫做报身。这个报身甲化身呐，报身是一个相，化身呢是一个用。这个法身呢是一个体。法身的本体呢，这是无形无相的物件。这个报身呢，有报身的庄严相。但是报身呢，只有是一个应化身会当应化无量无边，因为这个报身这是属于由修行所得到的庄严相，这个化身呢是得到这个庄严相了，为着教化众生，随缘所现的这个妙用啦。这边是属于用，这边是属于相，当然是不同。所以这个化身甲报身这也是属于这对。那这个化身甲报身在这个所在，咱可以提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咱有一句就咧讲做千江有水千江月。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意思，就是讲1000条的沟若是有水1000条的沟呢，拢有迄个月伫咧。迄个月是啥物月？是月影。但是这个月影是对倒来就是天顶有一个月伫咧，天顶有迄个月伫咧，所以呢下面才有迄个月影。天顶迄个月真光，那迄就是表示这个报身。由这个报身为着度众生随缘变现，就是讲天顶有一个月伫咧照倒落来，下面只要有沟的所在，都拢有月影伫遐。佛菩萨为着要教化众生，将伊的报身庄严相，就随缘显现，应众生机来去教化。
这就是天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就是讲天顶的一个月，影对下面来真正一个月。伊这个说明这个一体的报身有这个种种的演化，所以这个化身甲报身呢，这又是一对。下面讲处是19对讲拄则所讲呢，这就是叫做19对。这19对呢，这是指这个自性起用的19对。那名过都讲做自性起用的19对，就是讲属于伊这个自性的作用。就是讲物件无论是长的或者是讲短的，这是自性随缘的作用。蛇或者是讲对，鼠或者是飞，牛或者是猪。乃至后面所讲的迄个色身甲法身，报身甲化身等等，这呢，拢是自性中所发起之用。只是这个自性随着咱外面的经验不同，伊所显现所引发出来迄个作用不同，所以呢，就列出了19对出来。那事实上是毋是有这19对呢？你要认真讲起来，可能不止19对。但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用意毋是在这个几对的问题，乃是在说明又有这个对立之法，讲甲迄个超越了对立之法呢，变成无偏离任何一边的中道的真理。六祖慧能大师讲这个36对的用意。应该就是在这个所在。注意虔诚听众，咱今节目先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